西藏自治区负责人说，近日，拉萨极少数人进行打、砸、抢、烧、破坏活动，扰乱社会秩序，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有足够证据证明，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、有预谋、精心策划的，以引起西藏各族群众的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。西藏有关部门正在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妥善处置。我们完全有能力维护西藏社会稳定，维护西藏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极少数人破坏西藏安定和谐的图谋不得人心，是注定要失败的。